旧历的7月15是中元，民间拢会伫咧即天拜地、管大地、拜祖先，也个普渡。烧金纸的部分尊重传统，也做环保。真侪地方政府拢推出集中烧金的政策。潮品将伫咧烦恼讲，这粪扫甲金纸斗阵做火烧，安尼敢好咧？台北市环保局就表示讲，这粪扫甲金纸拢是分开烧的，而且要烧进前，拢请法师来经过，才有落去烧。 清洁人员甲一车满满的金纸载到内湖焚化炉，刷落来清洁人员无用的将这的金纸等入去金纸堆当中。这是信众伫旧日7月替祖先、地基主、好兄弟所准备的金纸，为着要保留传统，嘛落实环保，真侪地方政府拢有推出集中烧金的政策，台北市嘛是。在中元普渡期间可以响应我们的集中焚烧的这个措施。那民众可以到我们各里办公处去索取集中焚烧纸钱的专用袋，那或者是呢用专用贴纸将纸钱呢放到它的纸袋里面。各里的一个公告地点放在那边，阮区队逐工去巡有就载入啦。有真侪民众的烦恼讲粪扫甲金纸斗阵烧，敢会对神明无尊重？环保局表示，因的粪扫甲金纸拢是分开烧的，而且伫旧日7月，阁会请法师来净炉。民政局跟环保局共同请法师来进行一个净炉的仪式就是法师来进行法会，然后邀请我们的台北市城隍庙一起来进行一个洒净还有所谓的一个点榜的一个程序，那来顺利来完成所谓专炉专烧，不会跟垃圾混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完全不用担心。环保局表示，根据内湖焚化炉收到的金纸有愈来愈多，对民国108年的768栋到旧年一定有913栋。经过这几档的宣传，民众愈来愈有环保意识，嘛愈来愈会使接受。记者陈亚轩、柯敏哲台北报道。